好，来继续来看明年新竹县长的选举，国民党有3个人要来参选，分别是副县长陈建贤、甲2位立委林书明、甲徐欣莹。经过昨的协调会了后，林书明是宣布退选，即卖是陈建贤甲徐欣莹继续咧竞争。那民进党方面上有机会出来参选的是竹北市的市长郑朝峰。国民党立委林书明今日立院党团记者室后壁用无写重大声明，宣布要退选2026新竹县长初选。郑重的宣誓：一，本人退出2026年新竹县中国国民党的党内初选。张中道伫咧现任县长杨文科的公馆做协调会，除了原本有意思要参选的3个人，县长杨文科、有国民党副主席李乾良、有组发会主委李铁华拢到场，最后协调和徐欣莹甲陈建贤继续竞争。我们新竹县的国民党党内已经出现互打的分裂的氛围，这不仅无助于竞争，只会加深裂痕。削弱士气。林书明退选，敢会当卖互党内必顺恶化带来好气？关键可能就要看要继续选的这2个人。非常感谢施敏立法委员继续留在岗位上。我想国民党在新竹县势必要团结唯有团结才有胜选的机会。那对于我们党内的初选，新营一直还是秉持的是和谐团结，我从来没有攻击任何一个同志。徐欣莹嘛，伫咧林书明记者会了后铺文，伊需要大家含伊做伙行甲支持。不过目前看来，徐欣莹甲陈建贤拢坚定要选，那日行可能的候选人经营地方的脚步嘛拢无停。拍影片分享公益计划，佮特别讲是家己的想法。竹北市长郑朝峰认为真有机会代表立行参选新竹县长。最近逐工拢伫咧面册铺文宣传政绩，寻求更较侪选民的认同。面对2026新竹县长的选举，要选的人拢手卡入手，经营地方，同时嘛布局来备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